老子係道家嘅代表人物，佢提出清正無為嘅思想，對於戰國時期呢一個紛亂時局，實在起咗中和作用。老子撰寫嘅《道德經》一書，充滿智慧，深深影響住中國2000幾年歷史發展。直至今日，老子嘅思想仍然滲透喺我哋生活之中，佢洗滌咗不少迷惘嘅心靈。老子更被《紐約時報》列為古今10大作家之首。自古以嚟，一般嘅教誨都係人要表現堅強，唔可以柔弱；人要表現聰明，唔要愚蠢。不過，中國歷史上就出現咗一位老子，佢與眾不同。人要表現柔弱，唔要剛強；人要表現愚蠢，唔要聰明；人要無為、無我、無欲、居下、清虛、自然。哦，一般人都認為剛強好喎。哎呦！你錯啦，剛強嘅容易折斷，柔弱嘅就能夠保存。比如話，你身上乜嘢最硬，乜嘢最軟呢？啲牙就最硬，條脷就最軟。你睇下，到咗我嘅年紀，啲牙都全部甩晒，但係條脷就完好無缺。大樹係咪比小草剛強呢？係啊，冇錯。但係颱風嚟嘅時候，大樹經常被連根拔起，小草就完好無缺。風無形無體，但係就能夠拔屋倒樹。水可方可圓，能夠圍繞山崗。咁唔係就講明咗，剛強嘅未必係強，柔弱先至係真正嘅強咩？一般人都認為聰明好，不過智者反而表現愚笨，因為大智若愚啊嘛。大富翁通常都深藏不露。我冇咩錢㗎咋。相反，一個雙手穿金戴銀、成口金牙、頸上面戴滿金鏈嘅人，屋企可能係空空如也嘅。只係外表死充嘅傻佬嚟啫。如果想有成就，一定要將全部嘅智力同精力集中喺一點，而喺其他方面做一個愚者就得啦。請問你係咪詩書畫都叻呢？對唔住啊，我呢個人呢，淨係識得捉棋，其他嘅嘢呢，做唔多掂噶。我就唔同呢，我對於詩書畫都有研究噶。你最精乜嘢？乜都唔精啊。其實佢係圍棋第一高手嚟嘅。我只係乜都識啲，周身都冇把利。人唔可以乜都扮識，樣樣皆能，路路皆通。
結果變成樣樣膚淺，路路不通。老子認為柔弱就能夠謙厚不爭，愚魯就能夠氣華取實，一切依循自然。一般人只係睇到事物嘅表面，而老子就能夠睇到裏面。一般人只係睇到事物嘅正面，而老子就可以睇到反面。福利嘅。冇錯，只不過呢一面就好鈍咯。老子嘅思想恢宏遠大，可大可久，順境逆境都能夠克服，遇到挫折打擊亦能承受，仲可以逆境求進。老子反對物欲，講求精神生活；反對人為，講求效法自然。重視精神生活，以精神嚟控制萬物。2700幾年前，世界上有幾個古老嘅文明國家都呈現咗極為燦爛嘅文化。一啲傑出嘅學者同思想家紛紛產生。喺希臘，有大哲學家泰勒斯同克拉克利特斯。喺印度就有佛教嘅創始人釋迦牟尼，而中國喺東周末年春秋戰國嘅時候，更加係人才輩出，百家爭鳴，農儒法陰陽明道中橫雜墨，其中以儒道墨法四家影響最大，而道家學派嘅創始人就係老子。老子姓李，名耳，字擔，喺西周末年武丁朝庚辰2月25日卯時，誕生於楚國府縣萬鄉曲人入邊。周武王做西伯嗰陣，請佢做守藏室嘅史官。借呢兩本書啊！唔該喺度登記啊！喺呢度，佢更加潛心喺書籍之中，學到鑒往知來嘅歷史，令佢對人世有更深切嘅體會。就咁樣，老子嘅智慧一日一日咁增長。大教育家孔子到訪啊！你哋先將條路打掃乾淨，我去迎接佢。於是老子親自到郊外去迎接。老子亦依照當時嘅禮節，從自己嘅車上落嚟，捧住作為見面禮嘅大雁送俾老子。孔子喺洛陽住咗幾日，仲請教咗老子好多嘢添。多謝先生教誨，我受益良多，告辭啦。咁我就送翻兩句說話俾你，作為臨別嘅禮物啊。第一，你所鑽研嘅多數係古人嘅嘢，但係古人死咗啦，連骨頭都化啦，只係剩低嗰幾句說話，唔好將嗰啲說話睇得太死。第二，有極高道德嘅人都係好樸實嘅，你應該避免驕傲、貪戀，唔好擺架子、妄想，咁對你係有好處嘅。孔子懷住感激嘅心情離開咗洛陽，返到魯國後，經常讚老子。魚，我知佢識游水；鳥，我知道佢識得飛；動物，我知道佢識得走路。但係龍，佢喺雲端，喺天上，無法觸摸，深不可測。李擔就好似龍一樣。周昭王23年，老子睇到周室逐漸衰弱，就離開洛陽，西出函谷關。我係呢度嘅守官，我叫允起，
我呢都好中意道術噶。先生，既然你出關隱居，可唔可以為我寫啲嘢，等我可以依循嚟處事，唔使胡亂行事啊？於是老子就寫咗一本書，分為上下篇，總共5000幾字。老子寫好之後就出關走咗，從此就冇人知道佢嘅下落。佢寫嘅嗰本書就係《道德經》。道係老子哲學思想上一個重要觀念，喺《道德經》裏邊，佢含有幾種意義。第一，構成世界嘅本體；第二，創造宇宙嘅原動力；第三，促使萬物運行嘅規律；第四，作為人類行為嘅準則。本章所講嘅道，係指一切事物存在嘅根源，係自然界中最初嘅發動者。佢具有無限嘅潛在力同創造力。天地間萬物蓬勃嘅生機，都係道嘅潛在力不斷發揮嘅一種表現。老子喺出關之前曾經擔任過周代藏書室史官嘅職位，所以影響到佢嘅學說。因為做守藏室史官，所以有機會閱讀大量官府藏書典籍，從中吸收豐富知識。此外，老子身為周室史官，除咗掌管書籍收藏以及記錄歷史之外，亦需兼理天文、地理、占卦、卜籤嘅事，故此史官都熟知占卜以及陰陽學說，因而能夠啟發到史官從天道天命去睇世道同人道，因而成就咗老子人法地、地法人、天法道、道法自然嘅天人合一思想啦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萬物之母。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道呢就係咁，就係咁樣啦。哦，咁，我識噶。錯啦，唔係咁嘅。道如果可以講得明白，解釋得清楚，咁佢就唔係道啦。道包含萬物嘅理，無形狀、無聲音、無實體，而且永恆不變。呢個道理唔係用語言文字可以講解得明白嘅。呢個包含萬物嘅叫咩道理啊？唔得，佢係冇名嘅。呢樣嘢我係唔可以強加個稱號俾佢嘅，因為如果你叫佢做甲，佢就唔係圓；你叫佢做白，佢就唔係黑。要了解大道，唔可以執着語言、文字同埋名稱，完全係要靠心靈去領悟，否則就會誤入歧途噶啦。明白咗呢個道理之後，我哋就可以講下天地萬物創生嘅情形啦。哇，好犀利呀！快啲講啦！天地開始嘅時候，冇實物，冇形象，呢種情形可以稱之為無。無就係道嘅本體，宇宙嘅本源。當道一產生創生嘅作用，萬物就隨之而生，可稱之為有。呢個有
就係道嘅作用。所以當諗到天地嘅本源係無，就可以了解道嘅本體精微奧妙。諗到萬物嘅根源係有，就可以了解道嘅作用廣大無邊。無同有，一個係道嘅本體，一個係道嘅作用，可以講係同出於道，只係名稱唔同啫，都可以稱為玄妙，玄妙中嘅玄妙啊！咁就係宇宙萬物創生嘅本源道啦。宇宙嘅本體係無，由無創生天地，由天地而生萬物，終於形成咗萬象紛紜嘅世界。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較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為弗居，是以不去。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為美，醜嘅觀念就產生咗；天下都知道善之所以為善，惡嘅觀念亦產生咗。有同無係互相比較而存在嘅，難同易係互相比較而產生嘅，長同短係互相比較而顯現嘅，高同低係互相比較而造成傾倚嘅，音同聲係互相對立而產生和諧嘅，前同後係互相對立而形成順序嘅。所以聖人以無為嘅態度嚟處理世事，行不言嘅教導，任萬物遇作而不加主宰，生長萬物而不據為己有，作用萬物而不自恃己能，功業成就而不自居。正因為佢不居功，所以功績就唔會埋沒。世間上一切嘅概念、價值都係由人自己設定嘅，價值判斷都係因比較而產生，而對立嘅關係會經常變動，所以價值判斷亦都不斷喺度變動。面對呢啲變動，我哋一定要淡然處之，唔好庸人自擾先至好啊！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，常使民無知無欲。使夫智者不敢為也，為無為，則無不治。想做賢人，想要賢明，咁人人都互相鬥爭。朕最中意賢人，聽日你同我出一張皇榜，招攬賢人啦！我係賢人啊！我係賢人，我係賢人，好啦，唔好再嘈啦！你睇咁樣反而唔好啦。停止啊！朕而家開始唔再標榜賢人，你哋亦都唔好再爭啦。你哋而家翻去先啦。唔標榜賢明，可以令人民唔再爭鬥。金銀珠寶都係難得嘅財貨，大家為咗要獲得呢啲財貨，於是就會產生盜賊啦。名位係會令到人去爭逐，財富亦會激發起人嘅貪念。世人爭逐名位、貪圖財富，就會產生出層出不窮嘅陰謀詭計去達到目的。呢啲就係導致社會混亂衝突嘅主要原因。
解決嘅方法，一方面要俾人民適度嘅溫飽，另一方面要淨化佢哋嘅貪念，削弱佢哋嘅機心。所謂無知，並唔係要行愚民政策，而係要消除佢哋奸詐嘅心思。所謂無欲，並唔係要剝奪人嘅自然本能，而係要削弱貪欲嘅擴張。唔吹捧難得嘅財貨，可以令人民唔會起盜取嘅念頭；唔顯現名利嘅可貪，可以令人民嘅心思唔會紛亂。所以聖人為政，要淨化人民嘅心思，滿足人民嘅溫飽，減低人民嘅心智，增強人民嘅體魄，等人民無偽詐嘅心智，無爭逐盜取嘅慾念，令一切自作聰明嘅人不敢妄為。咁樣順其自然、無私無我嘅治理，國家就冇理由治理唔好噶啦。名位引起人嘅爭逐，財貨激起人嘅貪圖，於是巧詐偽作就層出不窮啦。道沖而用之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中，湛兮似或存，吾不知誰之子，瘴帝之先。道嘅本體係空虛，但係作用就無窮盡。咁樣嘅淵心就能創造萬物，係萬物嘅本源。佢雖然隱沒無形，似妄而有實存。我唔知道佢係從邊度產生嘅，似乎有天地就有佢。道體係虛無嘅，但係道體並唔係一無所有，佢蘊藏住無盡嘅創造因素，因而佢嘅作用係無窮盡嘅。呢個虛無嘅道體係萬物嘅根源。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初九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初九。天地之間，其猶託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，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天地係大公無私嘅，對萬物一視同仁，將萬物當作草紮嘅狗一樣，冇喜愛亦冇憎恨。聖人都係大公無私嘅，將百姓當作草紮嘅狗一樣，冇喜愛亦冇憎恨，全部一視同仁。天地之間就好似風箱一樣，中間雖然係空虛嘅，但係正因為佢嘅空虛，所以先至可以生化萬物。由此可見，越做得多，越多建設，反而容易招致錯誤失敗。咁樣不如大家靜靜地唔出聲，唔做咁多嘢仲好啦。大道創生萬物，順任自然，無偏無私。國君治政都應該無為而治，咁樣社會自然就安寧。天長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愛其身而身存，非以其無私也，故能成其私。天地所以能夠長久，係因為佢嘅一切運作都唔係為咗自己，所以能夠長久。聖人處處謙虛退讓，反而能夠贏得愛戴；事事唔計較利害得失，反而能夠得益。因為佢唔自私，結果反而成全咗自己。謙虛反而贏得愛戴，處處為其他人着想，反而能夠成就自己嘅理想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語善人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本章用水性嚟比喻上德者嘅人格。水最顯著嘅特性同作用係：一、柔；二、停留喺卑微低下嘅地方；三、滋潤萬物而唔會同大自然相爭；
老子認為最完美嘅人格應該具備呢種心態同行為，處眾人之所惡，其他人唔願意去嘅地方佢願意去，人哋唔肯做嘅事佢肯做。佢有駱駝一樣嘅精神，不怕卑微同委屈，具有堅忍嘅個性。佢能夠盡佢所能去貢獻自己嘅力量，以幫助其他人，而絕對唔會同人爭名逐利。呢啲就係老子所講善利萬物而不爭嘅思想。有道德嘅人就好似水咁，水有3種特性：第一係能夠滋養萬物；第二係本性柔弱，順其自然而不爭；第三係蓄居留住於人所厭惡嘅卑下之處。水處於卑下嘅地方，有道德嘅人為人謙下。水淵深清明，有道德嘅人虛靜沉默。水施予萬物，有道德嘅人施恩不忘報。水照萬物，各如其形，有道德嘅人所言之成，絕不虛偽。水性柔弱，能方能圓，人能效法水嘅不爭，就能產生利萬物謙下嘅效果，於是就接近道啦。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貴而驕，自為其咎。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本章在於寫盈，盈即係滿瀉、過度嘅意思。自滿驕傲都係盈嘅表現，盈嘅結果只得一個，就係傾覆滅亡。所以老子內心告誡人唔可以盈，一個人能夠功成然後身退，先至係長保之道。身退並唔係要全身而退，更加唔係要做隱士。王真話：身退者，非為必使其功成而去也，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意。身退即係要斂藏，唔好表露。老子要人喺完成功業之後，唔好炫耀功勞，唔好露出鋒芒，唔好處處逼人。可見老子所講嘅身退，並唔係要人做隱士，只係要人唔好自我膨脹啫。器皿盛載得太多水，都會漏出嚟。夠啦，夠啦，8分滿就夠噶啦。刀鋒可以用就得啦，如果磨得太鋒利就唔好啦，因為鋒芒太露就好容易折斷啦。一個人金銀財寶太多，會俾人虎視眈眈，亦會因為生活糜爛，最後反而唔能夠保存呢啲財寶。冇啦，用晒啲錢啦。所以人喺成功之後就急流勇退，咁先至係自然之道。就好似上天一樣，上天生萬物，
亦係生而不作養育，有功而不自恃。在營魄抱一，能無離苦；專氣致幼，能嬰兒苦；滌除玄覽，能無痴苦；愛民治國，能無知苦；天門開合，能無痴苦；明白四達，能無為苦。心中緊守絕道，能夠精神同形體合一，可以唔分離咩？任由生理嘅本能導致最柔和嘅心境，會好似嬰兒一樣咩？摒除心智嘅作用，可以無瑕疵咩？愛國治民可以自然無為咩？感官同外界接觸可以安靜謹慎咩？治無不照可以唔用心機咩？生活必須係形體同精神合一，而唔偏離。能守道，可以令肉體生活同精神生活達至於一個和諧嘅狀況。30幅共一谷，當其無，有居之用；筵席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；作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老子舉咗3個例子，車嘅作用係用嚟運貨載人，器皿嘅作用係用嚟載物，居室係用嚟居住。呢啲係車、器、室帶俾人嘅方便，所以話有之以為利。但係如果車冇咗車轆中間通空嘅地方，放條轉軸落去，車就冇法行駛。器皿如果冇咗中間空虛嘅地方，咁就冇辦法載嘢。房屋如果冇咗四壁門窗中空嘅地方，出入通明，咁人就冇法居住。可以見到中空嘅地方發揮住嘅作用呢，所以話無之以為用。世人只知道有嘅好處，而唔知道無嘅用處。事實上，無嘅用處比有要大得多。30條車轂匯聚喺車谷，因為車谷係空虛嘅，車先至產生到乘坐嘅作用。一個杯，因為中間係空虛嘅，先至產生載物嘅作用。一個門窗，我哋亦係利用緊佢嘅無。一個房間，我哋亦因為佢嘅無，先至可以有居住嘅作用。由此可知，有之所以能夠帶俾人方便，係有賴無發揮佢嘅作用。只得有係發揮唔到大用處嘅，唯有有同無配合，先至可以產生大用。器皿物件嘅用處存在於無，大道係無形無象嘅。而天地萬物皆由道生，可見無形無象嘅大道其實係妙用無窮嘅。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人嘅需要有限，但係人嘅慾望係無窮。過分追求色彩嘅享受，最後視覺一定遲鈍；過分追求聲音嘅享受，最後聽嘢實唔清楚；過分追求味道嘅享受，最後味覺實會喪失，食不知味。過分縱情於玩樂，最後一定搞到心水不寧，神不守舍；過分渴求金銀珠寶，最後一定影響名聲，身敗名裂。
所以明白此道嘅聖人生活簡單，只求2餐溫飽，不求官能享受，寧願質樸寧靜，不求奢侈浮華。慾望好似海咁，係永遠唔能夠填滿嘅。過分追求慾望而唔加以節制，結果唔單止唔能夠得到滿足，反而會覺得痛苦，喪失自我。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若驚？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？所以有大患者，為有身，及無身，有何患？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世人對得失睇得太重，所以得到榮寵同受到屈辱都會擔驚受怕。點解會咁呢？喺世人心目中，榮寵係高尚嘅，得到榮寵就覺得高貴，所以亦怕失去榮寵。屈辱係低下嘅，受到屈辱就覺得冇面，所以驚受到屈辱。我哋所以有大嘅禍害，係因為我哋成日諗住自己嘅關係。如果我哋能夠忘記自己，咁仲有乜嘢禍害呢？所以，如果有一個人願意犧牲自己，為天下人服務，就可以將天下讓俾佢。人應該無私忘我，可以置生死於度外。咁一切寵辱禍害都唔能夠動搖佢嘅心智，咁仲有乜嘢好驚呢？自虛極，守靜篤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復。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。歸根若靜，是謂復命。復命若常，知常若明。不知常，妄作空。知常容，容乃公。公乃全，全乃天。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沒身不殆。人嘅心靈本嚟係虛明寧靜，但係好多時被私欲蒙蔽，所以睇唔到事情真相，行事亦會失常。所以我哋要盡力令自己回復到虛明寧靜嘅狀態，咁樣就能夠睇清楚萬物蓬勃生長，睇到往復循環嘅道理。萬物紛紛芸芸，各自翻去佢嘅根本處，呢啲叫做靜，亦叫做常。了解常叫做明，唔了解常而輕舉妄動就會有禍害。了解常道嘅人係無所不包嘅，
就能夠坦然公正，先至做到毫無偏私，先至符合自然，咁樣就能夠符合道，符合大道先能夠永垂不朽，咁樣呢世都唔會有乜嘢危險啦。自虛同守靜嘅功夫做到極致，就能夠明察事理，同埋洞悉萬物變化嘅常規，就能夠深得自然嘅趣味，而與大道同體啦。太上下之有之，其次親而譽之，其次畏之，其次侮之。信不足言，有不信言，又係其貴言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為我自然。國君治理國政可分為4個等級，最上等嘅國君推行不言嘅教化，令人民順應自己本性生活。我淨係知道有國君，但係就唔知道佢究竟為我哋做過啲乜嘢喎。次一等嘅國君用德教感化人民，用仁義治理人民。我認為啊，我哋嘅國君真係好叻㗎，佢為我哋人民做咗好多嘢啊。第3等嘅國君用政教治理人民，用刑法威嚇人民。我哋嘅國君管理得我哋好嚴、好惡、好得人驚嘅。第4等嘅國君用權術愚弄人民，用詭計欺騙人民。我哋嘅國君實在太過分啦，欺人太甚啊！我哋要起嚟反抗。最好嘅政治就係無為而治啦，人民都順應自己嘅意願生活，得到咗最大嘅益處。功成事遂之後，老百姓都唔知道，佢哋仲會話本來就係咁噶啦。為政者就好似人體裏邊嘅肺，最好嘅肺係你唔覺得有佢幫我哋呼吸工作。當你日日都覺得佢幫緊你呼吸，咁樣你個肺就已經有病啦。大道廢有仁義，智慧出有大偽，六親不和有孝慈，國家紛亂有忠臣。魚喺水裏面，佢就唔會覺得水嘅重要；人喺空氣中，自然唔會覺得空氣嘅重要。大道興隆，社會行仁義之政，大家自然唔覺得有倡導仁義嘅必要。等到崇尚仁義嘅時代出現，社會已經係唔順口啦。表揚某種德行，係因為呢種德行喺社會特別缺乏。就好似而家所謂好人好事嘅表揚，正由於呢啲事喺現今社會係極之罕有。上古嘅時候，人民誠實，因為冇知識，所以唔會虛偽。中古時候，人民有咗見識，於是治天下嘅人就用佢嘅智慧創造咗制度法令嚟治理人民，於是虛偽詭詐亦隨之而產生。用智慧嚟防止逃稅。我呢就用智慧嚟逃稅，我成功啦！逃稅啊，20萬啊！家族中人能夠坦誠相對、和睦共處，根本就唔使講孝同慈。等到六親不和，孝慈先至會產生嘅。打你！手啊！哎呀，好做啦！停啊！打交啦！停冇啦！國家清明嘅時候，各大臣各展所長，各盡其職，並無所謂嘅忠臣，佢哋都係朕嘅大臣。國家紛亂以後，大臣開始唔盡責啦，忠臣先至會產生嘅。佢對朕非常之忠心，佢先至係朕嘅忠臣啊！仁義、智慧、孝慈、忠臣。呢啲都係喺大道廢棄、純樸破滅以後先至會產生。佢哋嘅出現，講明咗道德嘅破產、人心嘅墮落。
咁係社會退步，而唔係進步。絕學無憂，為之與惡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若何？人之所謂不可不為，方係其未央哉。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。我獨薄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。累累兮若無所歸，眾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為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，頓頓兮。俗人悄悄，我獨紛紛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淡兮其若海，流兮若無止。眾人皆有耳，而我獨還似彼。我獨異於人，而貴自母。學問知識係憂愁煩惱嘅根源，放棄一切學問知識，就唔會有憂愁煩惱。世人都趨榮避辱，取善去惡。但係榮辱貴賤相差幾多？善同惡又相差幾遠呢？不過我都唔可以咁與眾不同，顯露鋒芒。大家都驚嘅，我唔可以唔驚。但係道呢樣嘢係咁廣大而又無窮盡，同世俗相差太遠。大家都興高采烈咁嘅樣，好似參加豐盛嘅宴會，又好似春天登台眺望景色。只有我恬淡無動於衷，好似唔識得笑嘅 BB， 個樣好攰，好似無家可歸咁。大家都有盈餘，只有我好似好缺乏咁。我真係一個蠢人嚟，渾渾噩噩咁。世人都中意炫耀，只有我糊糊塗塗咁嘅樣。世人都精明靈巧，只有我好似乜都唔識咁。大家都好似好有作為，只有我愚昧無知。我同世人唔同，我重視嘅係道嘅生活。貴賤善惡是非醜呢啲價值判斷係冇絕對性嘅，只不過係相對形成嘅啫。佢會隨時代環境而改變。世人縱情於聲色課利，但係生活應該甘於淡薄，淡然無味，但求精神嘅提升。曲則全，枉則直，蛙則盈，敝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橫。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，不自見故明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矜故長。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故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成全而歸之。普通人總係中意追逐事物嘅表面，芸芸眾生都努力求全求形，或者不斷表揚自己，所以就產生無數嘅紛爭。求全之道莫過於不爭，不爭之道在於不自現、不自是、不自我、不自矜。而本章開頭所講嘅曲、枉、蛙、敝，亦都具有不爭嘅含義。委曲可以保存，屈就反而能夠伸展，低洼得以充盈。敝舊就會更新，少取能夠多得，貪多反而會迷惑。
所以聖人守道，作為天下事理嘅模範。不自我表揚，反而顯揚；不自以為是，反能彰顯；不自誇，反而能夠建功；不自我矜持，反能長久。正因為唔同人爭，所以天地間冇人同佢爭。古人話委曲可以保存，呢句話點會係亂講呢？普通人總係追求事物嘅表面，求全求形，所以引起無數嘅紛爭。人應該處柔守讓，謙下退讓，咁就達到不爭嘅境界。老子係道家代表人物，但係後來被神化為道教教主。老子喺北魏時期開始被尊為太上老君，其後道教典籍更將老子極度神化，將佢描繪成為神靈一樣啊！夫皆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。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。吉事上左，凶事上右，偏將軍居左，上將軍居右，然以喪禮處之。殺人之眾，以哀悲泣之；戰勝，以喪禮處之。武力會帶嚟凶災。老子指出咗戰爭嘅禍害，而表達出佢嘅反戰思想。用兵係出於不得已，如果係為咗除暴安良而用兵，亦應該恬淡為上。打贏咗唔好得意洋洋，得意洋洋就係中意殺人。呢句話真係一語道破出尚武者嘅心理狀態。老子仲話，如果不得已而要應戰，就要以喪禮處之，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。咁樣正係人道主義嘅呼聲。銳利嘅兵器係不祥之物，大家都厭惡佢，所以有道嘅人係唔會用佢嘅。君子平時會尊崇左邊，用兵嘅時候就會尊崇右邊。兵器係不祥之物，君子係唔應該用呢啲嘢，逼不得已而要用佢，最好要淡然處之。贏咗唔好飄飄然，如果咁樣就係中意殺人，就唔能夠喺天下得到成功。吉慶嘅事情以左方為上，凶喪嘅事情以右方為上。上將軍喺右方，用兵作戰嘅時候，偏將軍喺左方，咁樣係將戰爭當作喪事嚟看待。殺多咗人，要以悲哀嘅心情嚟悼念佢哋；即使打贏咗，亦都要以喪事嚟處理。武力帶嚟凶災禍害，用兵係不得已嘅事，應該心平氣和，只求達到目的就得啦。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；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；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；不失其所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壽。本章講個人修養同自我建立，一個能夠自知、自勝、自足、強行嘅人，要時時自我反省，堅定自己，自我克制，矢志力行，咁樣先至能夠進一步咁開展自己嘅精神生命同思想生命。能夠了解人哋嘅優劣，只能夠算係聰慧；能夠認識自己本心本性嘅，先至算係高明。能夠戰勝人哋嘅，可以算係有力；能夠克服自己嘅，先至算係堅強。我唔得噶啦，我戒唔到酒啊！
能夠知足而淡薄財物嘅，先至算係富有。阿仁兄啊，你滿唔滿意你目前嘅生活呢？滿意，我好滿意目前嘅生活啊！道可道，能夠明道而強行不息嘅，先至算係有志氣。以道為本而唔會失去本性，先至算係長久。肉身雖死而精神不朽嘅，先至算係長壽。每一個人都有私有欲，想去除私欲，一定先要自我反省，然後保持心境平靜。如果能夠做到自知、自性、知足同強行，咁樣就可以算得係得道啦。執大象，天下往，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惡與利，過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擔負其無味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足記。執守大道，天下人都嚟歸往。歸往而唔會互相傷害，於是大家都平和安泰。音樂同美食能令過路人停步，但係道雖然淡而無味，睇唔到聽唔到，但係道係用唔完。仁義禮法之治就好似音樂同美食咁，只能夠滿足人嘅耳目口腹之欲，道就能夠令人得到心靈嘅滿足。將欲給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，柔軟勝剛強，如不可脫於淵。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要收縮佢，就先要擴張佢；要削弱佢，就先要加強佢；要廢棄佢，就先要抬舉佢；要套取佢，就先要給予佢。呢啲係好明顯嘅道理。柔弱一定勝過剛強。魚唔能夠冇水，離開水一定乾死。柔弱係治國嘅根本，唔用柔弱治國，一定滅亡。權謀刑罰都係空利嘅嘢，唔可以加喺人民身上。物極必反，勢強必弱，係千古不變嘅道理。人君如果明白呢個道理，加以善用，就能以柔克剛，以弱勝強。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下德無為而有以為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讓臂而擁之。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；前識者，道之華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上德嘅人不自以為德，所以先係有德；下德嘅人有心施德，所以就係無德。上仁嘅人有所作為，但係出於無義；上義嘅人有所作為而出於有義；上禮嘅人有所作為，如果得唔到回應，於是就伸出手臂嚟要人強從。所以失去道，然後先有德；失去德，然後先有仁；失去仁，然後先有義，然後先有禮。當社會需要用禮維繫德嘅時候，就會產生虛偽巧詐，禍亂就跟住嚟啦。自以為聰明嘅人以智取巧，實在係愚昧嘅根源。所以大丈夫應守質樸大道，唔要虛偽嘅巧智，捨棄禮智嘅浮華，改用道德精神。
道德修養共分道、德、仁、義、禮、智。合於道嘅社會，一切要自然而行。當社會需要禮智嚟維繫嘅時候，會出現詐偽，已經係不堪設想嘅時候啦。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道德運行反覆循環，周流不息，先可以產生綿延不盡嘅生命。道嘅作用柔弱謙下，天下萬物係從有而產生嘅，而有係從無產生出嚟嘅。無係道之體，有係道之用。人應無為、無事、無智、無知、無欲、無我、無私，咁先達到道嘅最高境界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充氣以為和。道係萬物創生嘅總原理，萬物創生嘅程式係由道生出一種氣，呢種氣又化分成為陰陽二氣。陰陽二氣相交，形成一種平和嘅狀態。於是萬物都喺呢種狀態中產生啦。萬物都背陰而向陽，陰陽兩氣互相激盪，形成新嘅和諧體。道創生咗萬物，萬物創生以後，仲要守住道德精神，依道而行，應該柔弱，應該順其自然。天下之至有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無有入無間，吾是以知無為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。吾將以為教父。天下最柔軟嘅嘢，係能夠駕馭天下最堅硬嘅嘢。無形嘅力量能夠穿透無間隙嘅嘢，所以我知道無為嘅益處。不言嘅教導，無為嘅益處，天下冇乜嘢比得上佢。水係最柔弱嘅嘢，但係滴水可以穿石，又能勝光，係好明顯嘅道理。老子係一個神秘人物，關於佢嘅出生，亦有一個神話故事。喺《史記正義》中引述《玄妙內篇》話，老子嘅母親係食咗一個梨之後感孕而懷有老子，但係老子並唔係懷胎10月出世嘅，而係喺母親體內81年先至瓜熟蒂落。佢嘅母親係要割開腋下嚟生老子嘅，亦因為喺母體81年至出世，所以佢個樣就好似一個老人家咁啦。名與身屬親，身與禍屬多，得與亡屬病。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名聲同生命比起嚟，邊樣親切呢？生命同財貨比起嚟，又邊樣貴重呢？得到名利同喪失生命，邊一樣為害呢？所以過分愛名利，就必定要付出重大嘅代價。收藏太多嘅財寶，就一定會招致沉重嘅損失。知道滿足就唔會受到屈辱，知道適可而止就唔會帶嚟危險。人應該愛惜身體生命，唔應該過分追求名利。得到名利而失去生命，係得不償失。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二分；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
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，故知足知足，常足矣。戰爭嘅起因，大多數由於侵略者野心勃勃、貪得無厭、不知足，結果就去入侵人哋國土，傷人性命，帶嚟無窮嘅災難。老子指出，統治者多生事嘅禍害，警惕為政者要清靜無為，收斂侵佔嘅慾望。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交。意思係天下唔行德政，而行皇權霸道，所以戰爭連連，戰馬亦要喺戰場上產子，亦可以反映出當時兵荒馬亂、互相殺戮嘅慘烈情況。天下有道嘅時候，人人都會知足，國與國之間和平相處，唔再有戰爭，戰馬亦都冇用，只好用嚟耕田。天下無道嘅時候，人人爭名逐利，國與國之間戰爭不斷，所有馬都用嚟作戰，啲馬都要喺戰場上生 BB。我國嘅國土點解會咁細㗎？而鄰國嘅國土呢，就咁大，已經夠大啦，唔好貪得無厭啦。唔得，太細啦！出兵攻打鄰國，奪取國土。天下最大嘅災禍，莫過於不知足；天下嘅罪過，莫過於貪欲。所以只有知足呢種嘅滿足，先至係永久嘅滿足。人人知足，天下就太平啦。不出戶知天下，不窺牖見天道。其出離遠，其知離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明，不為而成。萬事萬物嘅原理，其實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，佢就喺我哋嘅心中。如果能夠反省，隨思去欲，唔出門都能夠知道天下事，唔望窗外都可以明白自然嘅法則。走出大門越遠，知道嘅事理亦都越少。所以聖人唔外出遠求，天下事理都可以明白。唔做作思維，萬物就可以化育生成。心靈深處係透明嘅，好似一塊鏡，應該淨化欲念，清除心裏嘅障礙，去了解外物。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無為而無不為，取天下尚以無事，給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求學一日比一日增加。我喺書本入邊學到嘅知識見聞，已經係增加咗唔少啦。求道就一日比一日減少，減少又減少，一直到無為嘅境地。如果可以唔妄為，咁就冇咩事係做唔到啦。治理國家要保持清靜，唔擾攘。至於舉證繁苛，就唔配治理國家。為學只會增加慾望，所以虛偽百出。求道要減少知識同慾望，內心清虛，外在自然無為啦。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得善。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得信。聖人在天下，汲汲然，為天下運其心。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諧之。聖人係冇成見，以百姓嘅意見做意見。善良嘅人，我善待佢；唔善良嘅人，我亦善待佢。咁樣可以令人人向善。守信嘅人，我善待佢；唔守信嘅人，我亦善待佢。
咁樣可以令人人守信。聖人在位，收斂自己嘅意欲，令人心思化歸於混沌，百姓都凝視靜聽，如痴如迷。聖人都將佢哋當作 BB 一樣咁愛護。理想嘅國君會收斂自我嘅意欲，唔會以主觀嚟定是非好惡嘅標準，應以善心誠心去對待所有嘅百姓。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人之生，動之於死地，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，蓋聞善攝生者，六行不遇自苦，入軍不披甲兵。自無所投其國，虎無所用其爪，兵無所用其人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人出生之後能夠長壽嘅有3%，短命夭折嘅有3%，本來可以長壽而自己跳入死路嘅亦有3%。咁係咩原因呢？係因為佢哋生活實在太富足啦。曾經有人講過，善於養生嘅人喺深山裏邊行走，唔會遇到犀牛、老虎嘅攻擊；喺軍隊中打仗，亦唔會遇到兵刃嘅傷害。犀牛兇惡，但係犀牛冇辦法用角攻擊到佢。老虎雖猛，但係老虎冇辦法用爪傷害到佢。兵器雖然鋒利，但係兵器嘅鋒刃傷害唔到佢。咁係咩原因呢？因為善於養生嘅人根本就冇嘢可以傷害到佢。喺我哋日常生活中，唔知有幾多無形嘅自虎夾兵，例如聲色貨利、驕奢淫逸、放僻邪恥。如果一唔小心，就會招致禍害。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安靜心神，謹言慎行，唔爭強好勝，就唔會受到傷害啦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對，閉其門，錯其銳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故為天下貴。智者識得道體精微奧妙，所以努力實踐，不敢多言。成日不停講嘢嘅人，根本唔識得道。不露鋒芒，收斂自己，同大自然融為一體，呢啲就係玄妙齊同嘅境界。完全超然物外，淡薄無欲，既無法同佢親近，亦無法同佢疏遠。既無法令佢得益，亦無法令佢受害；無法令佢高貴，亦無法令佢低賤。修養到達呢種境界，先係天下最了不起嘅人。理想嘅人格形態係錯銳、解分、和光、同塵，而到達玄同嘅最高境界。老子點解叫老子呢？原來亦有一個傳說喎。喺《史記索引》中，葛源提及過嘅。老子嘅母親係喺一棵李樹下面生老子嘅。老子啱啱出世已經識得講嘢啦，佢就指住旁邊嘅李樹，而且講要以李作為自己嘅姓氏，咁佢就叫做李耳啦。另一個講法就係，老子一出世就係一個白髮蒼蒼嘅老翁，所以人哋就叫佢做老子啦。
其實關於老子嘅傳說眾說紛紜，但係有一點可以肯定嘅，就係老子一直備受統治者嘅愛戴。喺西漢初年提出嘅黃老之治，就正正係以老子清靜無為嘅思想為基本，喺全國推行實行與民休息嘅政策，使人民喺連年征戰後迅速復原。由此可見老子嘅思想可取之處。以政治國，以其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，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離貧，民多利器，國家之分；人多技巧，其物之起，法令之章，盜賊多有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政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以清靜之道治國，以鬼奇嘅方法用兵，以唔打擾人民嚟治理天下。我點知道會係咁呢？從以下嘅事情就可以睇出嚟。天下嘅禁忌越多，人民越陷於貧困。禁止私自遊行，禁止非法集會，禁止亂咁講嘢，禁止亂咁討論。政府嘅權謀越多，國家越陷於紛亂。統治者嘅技巧越多，邪惡嘅事就會連續不斷咁發生。出兵進攻鄰國。係。法令越森嚴，盜賊反而不斷咁增加，所以聖人話：我無為，人民就自我化育；我好政，人民就自然上軌道；我唔打擾，人民就自然富足；我無貪欲，人民就自然樸實。為政者成日自以為係社會中嘅特殊角色，根據自己嘅心意擅自釐定出種種標準，任意妄為，強意推行。掌權嘅人如果都能無為、好政、無欲，咁樣人類嘅和平就有希望啦。治大國若烹小鮮，以道利天下，其鬼不神；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；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治理大國好似煎小魚一樣，唔可以成日翻動，翻動太多，小魚就會爛。用清靜無為嘅道理治理天下，天神人鬼都能各安其位，所以鬼唔會傷害人，神唔會傷害人，聖人亦唔會傷害人。在上位嘅國君同在下位嘅人民互不傷害，於是天下就太平啦。為政最重要係唔好打擾人民，可以清靜無為，咁人人就可以各遂其生而相安無事。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後之。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，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江海所以能成為百川之王，令所有嘅河流奔往，係因為佢善於自處低下嘅地位。所以聖人要作為人民嘅領導，必須對佢哋仁慈；要做人民嘅典範，必須將自己嘅利益放喺佢哋嘅後面。所以聖人居於上位，而人民不感到負累；居於前面，而人民不感到受害。所以人民樂於擁戴而不厭棄。因為佢唔同人爭，所以天下冇人能同佢爭。統治者掌握權勢，一旦任意妄為，人民就受唔住勞累啦。所以應該盡量避免帶俾人民負擔同禍害。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語，善用人者為之下，是為不爭之德，是為用人之力，是為配天古之極也。善作將帥嘅人唔逞強，善於作戰嘅人唔易發嬲，善於戰勝敵人嘅唔會對壘，善於用人嘅對人謙厚。
不武不怒就係唔同人哋爭勝鬥氣嘅道德。如果做到咁樣，就係符合自然嘅道理啦。武怒係侵略嘅行為，不武不怒唔逞強唔暴戾係最合於自然嘅道理。知不知常，不知之病。夫為病病，是以不病；是以聖人不病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知道自己有嘢唔識，咁係最高明嘅。好對唔住，呢方面嘅嘢我唔識嘅。唔識，但係自以為識，咁就係缺點。話你知啦，我乜嘢都識噶，無論琴棋書畫，我無一不精，無一不曉啊！咪係周身刀冇張利。聖人厭惡呢個缺點，所以就冇呢個缺點。有啲人只睇到事物嘅表面，一知半解就以為自己乜都識，知道自己愚蠢嘅係智者，唔知道自己愚蠢只係真正嘅蠢材。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，此兩者或利或害，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又難知。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坦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勇於表現剛強就會送命，勇於表現柔弱反能生存。呢兩樣同樣係勇於敢，但係勇於柔弱就有利，勇於剛強就有害。天點解會討厭勇於敢呢？有邊個知道係咩原因？自然嘅規律係唔去爭就能夠獲勝，唔講嘢就會有回應，唔使出手，萬物自然歸附，寬廣坦蕩而善於安排。自然嘅範圍廣大無邊，好似一張大網一樣，籠罩嘅範圍無所不包。佢雖然稀疏，但係從來冇任何缺失。自然嘅規律係柔弱不爭嘅，人類嘅行為應該效法自然嘅規律，唔好再剛強好勇。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；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強則滅，木強則折。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老子從人類同草木嘅生存現象中，說明咗有生命嘅嘢都係柔弱嘅，而死亡嘅嘢都係堅硬嘅。老子從萬物活動所觀察到嘅物理狀況而斷言：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老子嘅結論仲蘊含住堅強嘅嘢已經失去生機，柔弱嘅嘢就充滿生氣。呢啲係從事物嘅內在發展狀況嚟說明嘅。如果從佢哋外在表現上嚟講，堅強者之所以屬於死之徒，咁係因為佢顯露突出，所以當外力衝擊嘅時候就會首當其衝。外露容易招人妒忌而受到衝擊，就正如高大嘅樹木容易俾人砍伐，人為嘅禍患亦都一樣，自然災難亦莫過於此。狂風吹刮，高大嘅樹木往往會被吹冧，小草由於佢柔軟，反而可以迎風招展。人在生時身體係柔軟嘅，死咗嘅時候就變得僵硬。草木生長嘅時候係柔軟嘅，死咗嘅時候就枯乾。所以堅強嘅嘢係屬於死亡嗰一類，而柔弱嘅嘢呢，先至係屬於生存嗰一類。所以用兵逞強就會遭遇滅亡。樹木強大，就會俾人砍伐。
凡係強大嘅反而居於下邊，凡係柔弱嘅反而佔上風。狂風吹過，小草由於佢嘅柔弱，可以迎風招展；高大嘅樹木反而容易被吹斷。柔能勝剛係好明顯嘅道理。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，以其無以易之。弱之勝強，柔之勝剛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是以聖人云：受國之救，是為社稷主；受國不祥，是為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世間冇嘢比水更柔弱，但係佢就有攻堅克強嘅能力。弱勝過強，柔勝過剛，天下係冇人唔知嘅，但係就冇人能夠實行。所以聖人話：承擔全國嘅屈辱，先配稱國家嘅君主；承擔全國嘅禍難，先配做天下嘅君王。水性柔弱，但佢無堅不摧，無強不克。柔弱但含有無比堅韌嘅性格，而勝過剛強。和大怨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？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，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切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係你唔啱，你唔啱啊！你哋唔好再拗啦。深仇大恨，就算化解咗，亦會有餘怨，咁又點算係妥善嘅辦法呢？聖人保存借據，只會給予而唔會向人追債。有德嘅人對待人，就好似有借據嘅人一樣，只給予而唔會索取。無德嘅人對待人就好似稅吏，只向人索取而唔給予人。天道係無所偏私嘅，佢成日幫好人。為政者唔可以蓄怨於民，用賦稅嚟榨取百姓，用刑政嚟鉗制大家。理想嘅政治係以德化民，輔助人民，只給予而唔索取，決不騷擾百姓。事實上，除咗漢代之外咧，唐宋時期嘅君主亦都推崇老子喎。例如唐代嘅高祖李淵，更尊奉李耳為李氏嘅祖宗，並以老子廟為家廟。此外，當時更興建太清宮同埋動清宮作為祭祀用途。後來至北宋時嘅真宗亦都擴建上述兩座廟宇，可見歷代不少君王都十分尊崇老子嘅。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；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；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聖人不積，既以為人以御有，既以與人以御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聖人之道，惠而不爭。本章嘅格言可以作為人類行為最高嘅準則。前面三句格言在於提示人要信實、立言、專精；後面四句在於勉勵人要利民而不爭。真實嘅說話唔好聽，好聽嘅說話唔真實。行為良善嘅人唔狡辯，狡辯嘅人唔善良。真正了解嘅人明白宇宙間嘅大道就喺自己心中，唔使周圍揾。知識廣博嘅人未必真正明白大道。聖人冇私心，任何嘢都唔會有所保留，佢哋會盡量去幫人，自己反而更充足。傾其所有給予別人，自己反而更富有。天道無私，只有利於萬物，而唔會對萬物造成傷害。聖人順天道而行，只係貢獻私餘，而唔會同人爭奪。聖人能夠效法利而不害嘅天道，而表現惠而不爭，結果天下莫能與之爭。施者比受者有福。唔同人爭奪功名嘅精神，
就係一種偉大嘅道德行為。道係老子哲學上嘅一個中心點。喺《道德經》上，佢有幾種意義：構成世界嘅實體，創造宇宙嘅動力，促使萬物運行嘅規律，作為人類行為嘅準則。本章所講嘅道，係指一切事物嘅本源，亦係自然界中最初嘅發動者。佢具有無限嘅潛在力同創造力，天地間蓬勃嘅生機，都係道嘅潛在力不斷創發嘅一種表現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道德經第一章。道呢個字喺道德經上前後出現過73次。呢73個道字，符號形式雖然一樣，但係意義內容就唔係完全等同。從前有個盲人，從嚟未見過太陽。老兄，請問你究竟太陽係點樣噶？哦，太陽咧就係圓圓地嘅。太陽咧就好似呢個銅盤咁圓揼哚嘅。呢個時候，佢聽到遠處嘅鐘聲。老兄啊，嗰邊傳嚟嘅聲咧，好似你頭先敲嗰啲一樣嘅喎，係咪太陽嘅聲嚟噶？太陽嘅光咧就好似呢個咁啦。哦，太陽嘅形狀係咁嘅，多謝啊。呢支都係太陽啊！蘇東坡曾經講過，語言係無法表達一切道理嘅。了解道嘅人係冇法將道清楚咁向唔了解道嘅人講明白，就好似明眼人無法同盲人解釋太陽一樣。道可道，非常道嘅意思係，道可以講得出嚟嘅，就唔係常道。可道嘅道字同老子哲學思想無關，佢只係指言說嘅意思。第一個道字同第三個道字係構成世界嘅實體，亦係創造宇宙嘅動力。佢係永恆存在嘅，故此稱為常道。所以呢一個道字顯然係指存在真實意義嘅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道德經第一章。無盡藏泥去請教六祖慧能。啊，六祖慧能啊，我好想你幫我解釋一下《涅槃經》啊，得嘛？真係好抱歉啊，無盡藏泥，對唔住啊，我係唔識字噶，麻煩你將經文讀出嚟俾我知，我先至略解其中嘅真理嘅。你連字都唔識，又點了解其中嘅真理啊？無盡藏泥，真理係同文字無關嘅。其實咧，文字就好似我哋嘅手指咁，手指係可以指出明月嘅所在。但係手指並唔係明月喎，賞月亦唔一定要透過手指嘅。六祖壇經記載，文字就好似手指，手指指出真理，但係一般人只顧望住手指，而唔會從手指指嘅方向深入了解其中嘅真理。太上不知有之。
吳情話太上有言最上，最上為大道之勢，相忘於無為。太上嘅意思即係最上最好，最好嘅世代就係行大道，大家都能清淨無為。蔣錫昌話太上者古有此語，乃最上或最好之言，危策，故為王計太上伐秦，其次賓秦，其次堅弱而長廣興國，無相離也，為最好伐秦也。喺上古時代已經有太上呢個用語，太上即最上或最好嘅意思。戰國策魏策提及過，所以為皇上獻計，最好之計討伐秦國，其次討好秦國，再其次與其他國家聯合一致，所以話最好係伐秦。楊朱見老子，如果一個人反應敏捷、疏通明白，呢個算唔算係好皇帝啊？呢種人有咗才能就俾人使，有咗技藝就俾技藝所累，只係勞動自己嘅形體，離開道反而越嚟越遠。豹因為身上有斑紋，猿猴亦因為身體敏捷，就俾人捉咗去。你話佢哋係真正有智慧咩？哦，咁究竟好嘅君王係點嘅呢？又明王治天下唔會自以為有功，恩澤萬物，百姓唔覺，咁神化莫測，先算係好嘅君王啊！最好嘅世代，人民根本唔覺得統治者嘅存在。冇政權嘅壓力，大家呼吸喺閒適自在嘅空氣中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吾不知其名，強自之曰道。強為之名曰大，故道大。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有一事物喺天地出現前已經形成咗，我唔知佢個名，只好勉強俾佢個稱號，叫做道，又或者叫佢做大，所以道大。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世間上有四大，而人就係其中之一。人效法地，地效法天，天效法道，道效法自然。本章所講嘅道，都係指實存意義嘅道。最後一句所講嘅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係指效法實存之道所呈現出嚟嘅自然規律。司成以去見老子，聽講你係一個有大智慧嘅聖人，所以我不辭千里而嚟見你。但係我見咗你之後，我萬萬想唔到，你令我實在太失望啦。司成以翻去之後，本來以為有勝利嘅優越感，但係心中反而一片空虛。先生，尋日我鬧咗你一餐，自以為贏咗，但係心情反而好空虛。請問係咩緣故呢？你尋日嚟嘅時候神態高傲，好似要同人打交咁。你啊，就好似邊境上嘅野馬，突然間俾人捉到，於是就心浮氣躁，完全失去咗佢嘅本性。係嘅，係嘅。咁應該點算呢？失去本性嘅人就叫做自然嘅賊。你如果要修道嘅話，就請你恢復自然嘅本性啦。道以自然為依歸，道嘅本性就係自然。